幾十年參與過咁多戲劇活動呢，即係耳聞目睹或者聽到嘅趣事咧非常之多啦。咁聽到嗰啲我唔算數啦，講一件我自己即係睇到嘅嚇。咁呢就係有一次呢喺大會堂睇話劇，睇呢一個嘅曹禺戲劇節裏邊嘅膽劍篇。咁就夫差呢吩咐佢嘅侍從呢，喺個寢室前呢，寢宮前呢，每朝早咁呢都要呢係嗰支手執嗰件武器啦，嗰件戟啊之類啊嚇，咁要呢係呢敲落地下，敲3下，咁你話夫差你千祈唔好忘記啊！你嘅父親闔閭係點死㗎？咁樣啊，你一定要呢振作圖強，為父報仇。咁我睇嗰場呢就係呢一個係演員呢，即係冇台詞嗰啲啦，企喺一邊咧做一個侍衛，一個侍從啦。咁啊，本來就揼3下嘅，每一下都響一下嘅，因為咧嗰支戟揼落個地下度，嘣嘣，第3下冇聲。點解冇聲啊？第1下揼落地，第2下揼落地，第3下揼咗落自己嘅腳度。呢個係咪好有趣呢？可以講好有趣，但係呢又好戥嗰位演員，好慘嚇！佢忍住痛，佢唔叫得出嚟。我哋一方面呢，當時我一方面喺心裏邊有笑，一方面呢又好感動，呢一個冇乜戲演嘅演員喺台上係咁有專注、咁集中、咁高度忍耐嘅嗰種嘅力量，咁啊算係一個有趣嘅事啦啊！在心為志，發言為師啦。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唔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咁啊，成個戲劇嘅演出啦。所以成個戲劇演出就係在心為志，你喺情動於中要發現出嚟。咁所以我對於香港嘅戲劇嘅嗰個期望就係每一個投身參與戲劇嘅人，真係想藉住戲劇裏邊講佢哋心所想嘅、心所感受嘅，係一個 true self， 係一個真我啊！佢哋嘅聲音係藉住戲劇而發出嚟，唔係諷刺行事嘅，唔係順應乜嘢嘅時勢，更加當然唔係順應乜嘢嘅權貴啊，或者乜嘢嘅主義。咁呢個呢係不過慶幸呢，香港戲劇大多數人呢都係有呢一顆火熱嘅心嚟到表達佢哋嘅所思所感嘅。講返自己想透過戲劇可以達到咩願望呢？我諗戲劇係一個，即係你頭先我講，在心為志，發言為師，你有好多思想感情，你積聚喺你裏邊啊。咁戲劇呢係一個好靈活、好多姿多彩，亦都係將你個人嘅一種嘅能耐、能量、能力係好淋漓盡致咁迸發出嚟。咁於是我對戲劇嘅自己嚟講個期望就係能夠即係好盡情盡意咁樣亦都能夠係好全然地係傳遞咗信息俾觀眾。咁於是呢，整個過程呢，好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個人嘅實踐即係你自己嗰種嘅心思同埋你嗰種嘅表達嘅能力，能夠得到一個好滿全嘅表達、發揮同埋傳遞。咁我諗作為一個有生命嘅人呢，
你嘅生命能夠咁樣係發出呢種嘅力量，同埋更加希望係有一啲嘅光彩同埋熱力咧，咁係一件係好美麗嘅事。呢、個亦都係所謂我話咧係一種自我嘅一個實踐嘅好好嘅境界。人越偉大就越自滿，亦都越空虛。冇嘢比不幸更加可笑。你信唔信有來生啊？時光無盡，此際